台灣係一座島，一座孕育自由、包容多元、交融豐富文化嘅瑰麗之島。僑胞如同一顆顆散落海外嘅珍珠，喺世界各地熠熠生輝。更不忘心繫故鄉，用行動支持台灣。而僑務委員會係編織各地情感嘅平台，穿越海洋，跨越國際，將呢份嚟自遠方嘅堅韌力量凝結成台灣珍寶，持續閃耀。自由、民主、人權係我哋共同珍視嘅價值。作為海外台灣人嘅橋樑，串聯全球僑社，推動教育深耕，厚植經貿實力，讓民主深化與全球合作嘅理念落實。僑胞係我哋心中最深情嘅語彙。僑務工作與國家前行密不可分。僑委會讓僑胞與台灣緊密相連，打造僑胞朋友永遠的家。呢啲各地發光嘅珍珠們，代表住台灣人民嘅良善與韌性，匯集成一股正向力量，盼共同打拼，一同守護台灣嘅主體與榮耀。我哋積極響應政府重大政策，與全球僑胞攜手並進，強化台灣經濟韌性，共同拓展國際發展契機。透過多元僑界交流活動，深化台灣與海外僑胞嘅連結，讓政府嘅關懷與支持即時傳達俾每一位心繫家國嘅台灣人。我哋與時俱進，讓信息傳遞更加無遠弗屆，持續完善海內外僑民服務，建立多元資訊傳遞平台，匯聚眾多便民資源，打造精準服務僑胞嘅 I 僑卡，越過航程距離，照顧海外僑胞。投資未來，我哋重視崛起嘅青年世代，用心啟發僑界青年，鼓勵僑青參與台灣事務，連結海外產官學界，營塑國際有我合作，為僑青搭建展翅高飛嘅舞台。同時，我哋亦培植僑界中堅人才，促進海外在地僑社橫向交流，凝聚海外能量，擴大台灣嘅全球支持網絡，幫助台灣成為世界不可或缺嘅要角。具台灣特色嘅正體華語文係僑青及主流人士認識台灣嘅重要門窗，而我哋要讓各地華語萌芽嘅種子孕育發芽，喺國際舞台上生根茁壯，推廣卓越嘅台灣軟實力，協助海外僑校強健培育生源體系，提供優質多語嘅華語文教材，更以傳承文化嘅心投入師資培育，活化語言教育嘅泉水，將華語文嘅多元魅力帶到每個人嘅心中。從語言擴展到文化，再名為世界嘅銀河中，激盪出美食與在地情懷嘅絢麗火花，讓僑胞感受嚟自台灣令人悸動嘅風采與熱情，讓國際友人看見台灣令人驚艷嘅活力與創造力。我哋延續一份跨越世代嘅扶植動能，身負世界人才培育搖籃嘅責任感，鼓勵更多優秀僑生來台升學，為海外青年開啟逐夢之門，來台實現夢想，落實攬才、育才、留才，讓台灣成為全球學子嘅理想之地。多元進修學制下，協助每位學子揾到適合嘅成長道路。同時，僑務委員會透過就業博覽會、企業說明會及結合各部會鬆綁法規，鼓勵僑生留台工作，為產業注入新血，加速台灣產業佈局全球，將人才帶進台灣，亦將台灣推向世界。海外僑台商企業更係台灣全球競爭力提升嘅關鍵角色，將台灣精神與台灣價值帶回各僑居地，組織成綿密又團結嘅網絡，成為台灣企業走向世界嘅引路人。
我哋與政府並肩合作，拓展僑民外交，促進國際經貿交流，亦響應5大信賴產業政策，幫助台灣產業耀眼國際，將僑台商對台灣嘅貢獻深放於心，表彰並感謝珍貴嘅台灣之光，亦持續為海內外經貿合作注入活力，牽起僑台商嘅手，並肩邁向經濟日不落國。喺世界各地，僑委會與僑胞攜手發揮守護嘅力量，成立急難救助協會，喺國人或僑胞遭遇急難時，匯聚溫暖，伸出援手，點亮困境中嘅希望火光。僑胞以智慧與熱情力挺台灣，跨越國界發聲，持續喺各領域綻放影響力，將台灣價值推向高點。僑務委員會為僑胞拓展世界嘅海洋，亦築起堅定不移嘅港灣。台灣，我哋嘅家一直都在。歡迎回家。喺世界嘅舞台上，我哋一起堅定向前，讓我哋一起 Team Taiwan。世界將因台灣而動容。此刻，台灣因僑胞而閃耀。